旅遊界支持高鐵嘉年華會，現在開始。潘啊，今日嚟咗個我哋嘅議員啊，旅遊界嘅議員啊，係啦，冇錯啦，係我哋旅遊界嘅議員，係謝偉俊先生，係，或者我哋等阿謝生同我哋有啲咩講嚇，好啊，交個片嚟同我哋講講。各位市民、各位旅遊界朋友，大家好，唔好意思，我嚟遲咗，因為我哋一路咧喺立法會裏邊咧係作為有關呢個撥款嘅審議。咁啊已經咧今日係第5節進行咗㗎啦，亦都而家3點鐘到到5點鐘，咁我哋都係準備晒咧，係一路咧盡量咧係滿足晒大家對於呢個撥款嘅任何疑問，希望盡量爭取到咧呢個撥款咧係越快進行越好，因為對於香港嘅整體市民嚟講，對於香港嘅長遠利益嚟講，特別對於我旅遊界嚟講，對於所有同旅遊相關嘅行業，包括我哋零售啊、餐飲啊、交通啊任何嚟講咧。係牽涉到香港130萬有多嘅工作位置嘅，而當中嘅家庭咧更加以百萬計嘅。咁呢一方面咧，雖然我哋充分了解好多香港嘅市民就呢個項目本身嘅細節嘅諮詢過程嘅效益，仍然係有啲疑問，我哋都好欣賞喺我哋身邊有嘅年輕朋友咁多日以嚟不斷啊為我哋香港社會嘅議題作出咗佢哋嘅貢獻。講佢哋嘅疑問，甚至用佢哋嘅身體力行去捱肚餓，去又行路又要跪，夜晚又要捱凍，呢一種後生爭取參與香港議政嘅精神、身體力行，我哋學俾啲熱烈嘅掌聲俾我哋好唔好？多謝，我希望呢個只係開始，因為香港議題絕對唔單止淨係高鐵，將來更加多嘅議題係需要鼓勵多啲年輕朋友，唔單止年輕朋友，所有界別、所有背景、任何年齡嘅朋友，都希望你盡量咧多啲關注香港嘅議題，咁樣我哋香港嘅施政先至會進步嘅，係咪？興建高鐵，刻不容緩。各位朋友，我哋雖然
完全冇懷疑高鐵為香港好，但係過程中諮詢期間好多問題，我哋都希望政府咧係盡量咧滿足晒所有市民嘅要求，盡量幫到受影響嘅，包括菜園村嘅居民、大角咀居民，任何受影響居民喺今次事件上，等我哋唔好咧為咗呢件事咧係有損害，好唔好？好，支持高鐵快上馬，反對拖延阻發展。多謝市民及各位朋友，我唔想再阻大家嘅欣賞以下嘅節目，我只希望咧再一次感謝大家參與我哋呢個嘉年華會，參與我哋呢個聚會。希望將來任何旅遊有關嘅議題，都盡量俾意見我哋，等我哋可以更加多你哋嘅支持，會繼續努力為大家爭取旅遊界嘅權益，所有旅遊界有關嘅行業嘅權益，所有香港市民長遠嘅利益。多謝大家。Ya